政府就要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，对即卖社会主体当中，即个户数是保留至少20%，互拄结婚，也是讲有幼囡仔的家庭会当优先去抽去带。不过无共款，市即个详细规定是无共款，也即项措施敢真正会当帮助少年人？咱甲时间甲互所比，为咱解破分明。是主播，咱头拄则是看到这俗家婚育主体，可能是有真侪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会想讲，咱来查看卖，咱就来看目前的婚育主体政策。咱的政府为着鼓励少年人生囝，或者少年人的负担会当较轻，是推出补助政策，包含税厝有租金补贴，甲优先带社体。今仔日咱就来注目这婚育主体部分。目前各县市是正咧大量去社会主体。一寡社体是会保留20%，或者新婚2档内，也是讲厝内有0岁至6岁囡仔，甚至是即阵已经有新的翁仔某的家庭来申请，上档是会当带到12档，或者囡仔是会当一路读到小学啊毕业，唔免搬厝。这申请的条件是包含所有的家庭成员，包含申请人、配偶，也有迄个细汉囡仔，伫迄个申请的县市名下拢是无厝的。另外，上界重要的就是这所得收入的标准，算人头收入的总和是袂当超过上加生活标准的3.5倍。咱举例来看，若是一对翁仔某带一个囡仔，政府定的伫咧台北的上加生活标准，3个人就是21万，也就是讲收入无达到21万的，就会当申请；也若是新北，大约是18万就会当请。各县市的标准是无相共，大家会当查看卖。也若即寡数字看起来标准那亲像是真灵，不过有分析是指出讲，少年人并未因为有婚育主体的原因生囝。这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并毋是解决这有通大的问题，就会当饲囝饲会起。也佫有亲像是价钱、教育、工作环境、薪水无增加等等真侪问题。对开销方面来看，主计总处统计，若是你是住伫咧台北的，平均一个月一个人就爱开3万4；那若是住伫咧新北，是爱开2万6。就算讲这翁仔某2个人拢有食头路，2个拢是领4万。若是这3个人要生活，挂这饲一个囡仔，生活可能犹原是真硬斗。所以讲推出婚育主体，可能只是鼓励生育的头一步，大环境的改善要待政府规划加推动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。